我喜歡馬，去旅行都成日發掘能夠接觸到馬嘅活動。今次去福岡嘅大島住咗2日1夜，喺呢度嘅馬可以任抱任摸。嗰幾日，日本北海道正遇上大風雪，天氣預報仲話週末福岡會落雪，去大島嘅渡輪可能會因為天氣轉惡劣而停航。好彩我搭船嗰日只係大風大浪，喺船艙俾大浪拋到，好似玩過山車咁。不過好彩都冇暈船浪。Henry 係呢度嘅馬明星，喺呢度要跟日本人發音，叫佢 Henny， 係冇 R 音嘅。牧場嘅負責人美片神嚟碼頭接我之後，就直接揸車上去牧場，展開第一個活動，上西部騎術班。呢個2日1夜體驗牧場生活係由 Canadian Camp 騎馬俱樂部安排，由套繩帶馬落去馬廄做準備功夫都要靠自己，唔似純粹係觀光客，咩都準備好晒等你上馬。幫 Henny 刷毛清潔、清馬蹄、挖走啲泥垢。舊年考日本馬術證書都學過。如果唔識，美片太太 Maki 桑都會好耐心教你。佢仲成日幫我拍片，聽到咔咔大笑嘅就係佢啦。鋪馬墊、上馬鞍，搞掂晒，食埋 lunch。估唔到多咗2隻毛孩，有一隻台底一隻陪我食飯。開始上堂，先嚟拉拉筋。美片桑都係教練，佢示範咗一次點樣走過呢條障礙路線。呢個 S 型繞過雪糕筒係最容易㗎喇。騎馬係通過腳去俾隻馬指令，如果俾得唔清楚，即使行直線睇嚟好簡單，隻馬都可能會避開，唔上條木橋。西部馬術同英式馬術有好多地方唔同，最明顯係所用嘅馬具。西部馬術用嘅馬鞍比較大，前面有鞍角，係因為要配合牛仔喺牧場長時間嘅工作，長時間企喺馬上面都唔會覺得疲勞，同埋更加易保持穩定嘅姿勢。咁多個障礙，呢個係最難，要隻馬走入方形嘅陣，然後360度轉身。行咗幾次，唔係次次都做到。Oh my god！ 不如睇下教練示範點樣喺咁細嘅面積控制隻馬轉身。西部馬術同英式仲有一個好大嘅分別，兩隻腳會分得比較開，呢點同英式馬術要包住個馬肚係非常之唔同。因為西部馬術係用嚟工作，用腳嘅方法講究效率。睇完隻馬俾完指令，雙腳就要離開個馬肚。仲有一點就係韁繩嘅設計。西部馬術中用嘅韁繩係方便單手操作，睇西部片都見過牛仔需要用一隻手去控制飛索去捉牛，好似咁單手攞住韁繩，咁另一隻手就可以攞水桶攞杯，只需要輕微嘅手部動作就可以向馬匹傳達指令，向左或者右行。唔經唔夠成個鐘要落堂，再學習點樣照顧馬匹，用聽筒檢查馬腹。我聽到腸臟有嘅蠕動聲，冇聲嘅話，即係話啲腸唔喐，表示隻馬可能有病。之後探肛量體溫，量咗幾次 ，Henny 嘅體溫都低於正常，可能天氣凍又食唔夠，所以即刻餵佢食好多馬糧，同埋嗰晚要返去馬房瞓。啲馬等放飯等到好心急啊！我當然要幫手搬呢一盤盤嘅乾草塊，唔好睇福田莎瘦瘦咁，佢好大力好強壯，每盤乾草塊至少都有10幾公斤重，真係當體能訓練。呢個牧場大有26匹馬，大部分都喺野外飼養，企喺呢個山丘上面有無敵嘅大海景。大約係幾年前，佢哋靠網上籌款開咗呢個牧場，接收馬匹喺度寄養，同埋俾人騎馬觀光。馬係草食動物，每日要食大量燕麥同埋草。如果你餵佢食紅蘿蔔同埋蘋果，咁佢哋就會最開心啦。通常一日餵3次，早午晚3餐，每日大概佢哋會食10至15公斤嘅飼料，要飲20至40公升水。
所以要養呢一群大毛孩一啲都唔簡單，要經費，又要付出大量嘅體能，再加上無限嘅愛心。餵完馬仲有一個任務，就係幫手將喺其他地方嘅馬帶返嚟呢一度。OK。馬有個天性，就係如果有敵人接近，就會即刻逃走噶啦。雖然我係陌生人，呢度啲馬一啲都唔怕生保，都會主動埋嚟你身邊。未試過俾咁多馬包圍住，摸到我唔想走。哇！呢隻好難搞喎，企喺咁斜嘅山頭度，點拖佢落山好呢？真係未試過。另外嗰隻見人行，佢又跟住。佢哋就行慣呢個山坡，我就要慢慢行啦。好，成功落山，跟住我都要返民宿唞唞。食完飯，今晚仲有節目。BB 神車我返山下嘅民宿，客房有個向海露台，啱對正日落。當日嘅風勢好大，唔可以開窗，隔住玻璃欣賞個鹹蛋黃一樣都咁靚。旅館嘅女將為我準備一台海鮮，大隊嘅漁民都捉到好多嘅海產，特別係魷魚，刺身點呢個自家製嘅醬，同埋炸天婦羅都一樣咁爽脆。呢餐唔止豐富，仲煮得好好味。隻馬彎起雙腳捲縮住瞓喺度，睇嚟好舒服。ごめんなさい。俾我嘈醒，真係唔好意思啊！入黑之後，啲馬群係有咩活動？係點樣瞓覺嘅呢？好想知道啊！夜媽媽，除咗馬，會唔會有其他動物出現呢？イノシシ。佢哋話會有野豬出沒。あら、珍しい。あら、寝てる。ウブド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お邪魔します。お邪魔します。はいどうぞ。お邪魔しまご飯す。食べたの？第一次夜媽媽咁樣接觸馬，即係一次難得嘅經驗，就係覺得唔好意思打擾住佢哋休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すいません。ちょっとお邪魔します。ちょっとお邪魔します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ちょっと。お邪魔します。喺呢度出世嘅小馬有好幾隻，好快美片夫婦又要接生啦。こんばんは，呢隻馬媽媽肚入邊嘅馬 BB 就嚟出世噶啦。若然遇上大風大雨嘅惡劣天氣，美片夫婦會將呢馬群移去馬房裏面。哇！瀑布！我靠！原來馬瞓好少覺，每日只係躺喺度休息3個鐘度，亦都會企喺度瞓覺。
如果你見到佢其中有一隻腳係放鬆，咁好可能佢喺度瞌一瞌休息緊。都打攪咗佢哋好耐啦，應該俾佢哋休息。我哋無法用語言同動物溝通，唯有靠觀察監察住佢哋健康，好好照顧佢哋起居飲食。你 B 神將啲草整濕，令佢柔軟啲，容易食。好似咁細微嘅地方，佢都會注意到。好啦，馬仔，唔阻你哋瞓覺啦，我休息先啦，我哋聽朝再見啦。